这位是族党的黄志善，善无图有一只西藏头按落台舞龙。50年前，台舞龙和大约加是夫人家，不过因为走散干枯，又难传承，就陆陆续续搬到上海族党去。这个是摸了路，这个摸路，没有天，这天气路有看的。这个路有台条，天气转转。这个路摸台条。摸了，这个那个路，这个没路天。啊？这边天了，那洗天了呀。那贵扁天了，这外头有来呢，有来去。这个两那这边那把猪栏了呀，大概一个坡啊，这件坡啊？这件坡啊？跟哪落个？这边把猪栏啊。猪栏看高。你小包头就慢上去，前面讲啊，俺爸都会打沙啊，打沙你小包个你都是天啊，你天就你转了你这边俺哋水晶见呢，俺哋我哋啲说啊，我哋做下。72年前，佢哋两位出世。第26岁搬到族党了后，是转了个摆定。近年下，佢哋族党新家立业，头一摆徒步用转路步，人生一下就过得42年。佢系两少亲，竟然进创自菜所，留200人甲初任体超过40年，咪系台湾体界得到 FSC 润秀林木认证的业者。当今看佢嘅新手。恢复嘅人生，在讲转到嘅水年头，佢出世所在台舞龙。佢工廠日上班嗰啲體啊，因為落去，我今年人家要收回來喎，都冇大家人家嚟摸來，我哋請大家應該補，所以落去了解啊。供應商以外有時間嚟參加哦，還有參加那地府哦，所以落去根據做些狀況嚟，按安排今年生產嘛嘅，你同意，即係每週先就上班以前就要到位，按工廠又要我運作啦。台步嗰度淹沒落去啊，淹沒落衝啊！人哋幫食得咁樣嘛。哦，我哋就我哋人下田單，就貴嘅發落盤，哦，發我哋就先落開來，我哋就落下石土地喎。人講地有樣犯罪啊，是搞個教育啦。因為師傅大家唔係清，辦嚟嚟講，呢個師傅嚟講要聽個師傅嘅辦，按人說嘅新數啦多嘛，按大家師傅到77嚟講。安尼人个拍线都是蛮好啊，哦，心术是蛮好，但是讲这种师傅技术啦，你看人从师傅种多岁的嘛，哦，安故意创起来都有一样的啊，所以俺哋尽量破下势，都不易对人来。
也见紫菜数都已经开了40人年嘞。做咧讲系梁先生一家人拍手中午，辛辛苦苦经营出来嘅。系工商嘅地基，慢慢开始开工厂，解除自己做生意家下讲起。伊就边仔就做散工，人就做散鞋啊、拍醋啊，什么下个也是人种杂草啊，人种树的一些，人拔树苗啊，这些开始会做。伊去做饼，做饼些是做三元饼嘛，三元饼从来当时用23岁，23岁有做人上都做那3年，3年是让办出做工来。还是26岁办出来以后啊，那个你啥子项目你是啥做就做，在伊讲做了路伊那条街啊，在做2年啊，去从各种各种做，伊是讲你直接做大学哦，河甲去抽三沙，伊只判手用，项目你讲三沙，伊早出5万扣，就15万后边接做退下来可以做，那就俺29岁是的，水只期待点咯，过去电话啊，提安尼做个。当时退来支持当支付啊，所以我就讲有生年好哩，其实来讲，我们做年代哦，俺从小就这做，咱俺上山就冇办法就差不多的嘛，有家做个对门的注意点啦俺有要想判的就有关系的，俺就做到屋啊，做到屋到就要正常的要不然的。伊只条街做条板，咱出下户是正宗的，对吧？当时就来去豆腐，做起俺往本身万多，就冇法，就安尼啦。你出3分之一本天俺出3分之一，豆腐的部分算一半，那好啊，也没有写什么合约啊，都开始去做。做了2年后啊，该条街比这边远嘛你习惯弄台脚，你开个工厂冇话前途啊，这种路拢冇做台规好啊，就是这家做下去都是经济状况难，开始你拢食钱啊那伊食多的，包括这个岳父岳母啊，有钱好食，差不多总食落就落去特做经济危机的。做了15年后经济也好得，当时那种，当年人来厂嘛早晚有业嘛可能会卖冇东西。当时是有比较来上港有做书本那种，南庄就这样去找那个，冇去上港再有朱先生提供用面那件多水的那个豆腐那豆人用给我我哋就7年半年，我好主要去用下来做，今年都上10年以后。这种创老搞是麻烦了因为这种像用莫是干脆打不赢啊，你也莫出去就去做嘛好啊，就到你冲汤的部分就要接下了，人家就真发达就讲你用手对手是2万工钱，伊出今年度以下。这位却伫新竹黄凤梁先生该粮食卖下来经营到今年临提，2017年7月，林福桥为了推广国产的木材，所以要强制请的林业专家、老环保团体的代表，为了了解参观。对，无纸上来比较方便。无纸上来他都可以走。你不要说毛补那中班很痛苦那转班很麻烦。走无纸山今天没有雾啊 ，OK 啊，今天很顺很顺好。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哈。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永泰林业合作社的这个生产区其中的一块林地。那它是跟我们新竹林区管理处过去早期的这个租用的这个驻地造林的这个区域。那待会呢就请
林业合作社的梁先生、梁老板梁兆清，他会来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我们这面积呢，我们125公顷，但是我们经过10次的疏伐木，我们第一次疏伐从88年从这边开始，都是从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从这个路的以下。台湾的山呐，第日本时代开始读书，光复了后，国民政府未燃烧安逸的政策，让稻下来的蔬菜来外销传外汇。支持台湾的工商发展。17到1989年，因为民间的环保意识越来越高，发起了抢救山呐太油行的发动，促成林务局改制，伫负责都市传承的事业单位，变成内容预算的公务机关。2年后，农委会就召开全国森林会议，做出台湾全面禁止到天然钠的建议，就安因结束台湾天然钠300年的都市历史。不过，两位实质都动到靠天然钠生存的制裁手做唔下去，连林务局确认草林体的树伐木，咪天然唔敢做，台湾林业就安因停停，到今会30年了。国民党都协调归入林体来草林的林农，到了下咪병强强，冇卖因竞争的。2009年。因为新中央政府每年绕墙推台森林的教授，来为林农讲习，讲到组织林业合作社，做咧整合秋口的林农，本林业竞争还有规模，就安因到2014年，经过推台邱教授的辅导，梁先生就正式找了几届五峰的林农，强下成立润台林业合作社，看做得老天台安东年的林业，搞一摆大统起来么？从今天刚好风要下雨，是不是他要往前走一下，还是要吗？要往前走一下吗？好，他往前走一下，我们那个里面的生态呢，大家让大家现场了解一下这样。你看那个疏伐第一次疏伐呢，已经砍到大概有1000棵以上，现在在林木里面呢，大概1公顷剩下大约是1800棵左右。那凭良心讲呢，在很多早期大家造林的时候，大家都很努力在造林，可是我们都知道树种下去了之后，它是需要好好照顾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梁老板对他的造林地过他给囝很困就是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啦，而且非常的尽心尽力啦。那这个是我们在所有的私有林的林主来讲的话，造林大家都有那个热忱。可是后续的照顾，你要花很多的心血的话，这个倒是很少见。谢谢我们的那个大家团体来改天天气好的时候一定来，也顺便来这边参观一下。而且这边的民宿也不错，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好，谢谢梁老板我跟各位报告，林务局在所有的这个国有林班地里面有。大概将近10万公顷是在过去早期政府租地造林，这10万公顷里面呢，有19000多公顷呢是在违规使用的那这违规使用虽然只占了整个租地造林面积的1/5，可是却耗费了我们6-7成的这个现场的人力在那边稽查要求改正，剩下的8万公顷呢。也绝大部分过去因为营林的收益太低很多就放弃了。那现在有累积了8000多笔，希望政府要给他收回补偿，已经累积了30亿了。以我们现在的财源跟经费，大概要分30年才能够通通都收回那梁老板是这里面租地造里面很少数能够从民国60几年一直产蛋经营到现在，而且。更令人感佩的是，他们前几年就自己呢就加入了这个 FSC 的验证，1年呢光是申请第1年好像就耗掉50万那接下来每年也都要至少要20几万的这个费用完全就是他们自己来负担。所以刚刚梁老板说要感谢我们来看他事实上应该是我们要好好感谢像这样子的
规规矩矩的租地造林人哦，没有让林务局的这个现场人力再疲于奔命。我是正昌自来公司的第2代，现在下午由我来跟各位做个简单的简报。我先个人介绍一下好了，我在14年前啊，那时候学校毕业嘛，然后我去那个营造厂上班，在高铁那边做那个工程师，我读建筑的，然后去工地待了2年，然后因为家里家庭事业嘛，从山上作业还有工厂的工作，都是我爸一个人在做嘛，因为他也那时候也年纪也是应该是60岁了啦，体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所以我就放掉印刷厂工作，来帮我爸爸管理这工厂。刚开始做是蛮后悔的，因为太辛苦了，太累了，天天被老爸骂。以前没有做过嘛，也什么都不会嘛，天天被他骂，被他就是训练了。我们这几年来这2、3年来改了一些台湾山种植的基地周围的一些状况，这样的话鼠害的问题会比较减少一些。那乳酸的话，就会种在一些比较适合种的地点，比如说在水边的话，会长得比较好。我不知道我生这个儿子还有用，还不错。比他老爸还能，比他老爸还能。所以我这个晚上回去我要跟他好好喝2杯。我觉得他的头脑 ID 的都比我好，因为我也是，但是我爸爸是公的啦，他生12个小孩，我妈是母的，太会生了。12个小孩，你现在教育实在是没办法。文多小学毕业以后都没有修鬼子，姐姐要带弟弟，哥哥们要带弟弟，而且文的住在山里面，所以说大家都没有读到书。今天所以文才会从事这个行业。但是现在提到面积的问题呢，哈。每年1月到3月，是叫做种树初林的时间。特别叫做从日本的柳杉到大陆的福杉下岛。今年因为政府提倡种台湾原生的树种，所以变成改种台湾杉为主。特别我哋种树是冇管来啊，因为当时特别天气下袂落水，你讲冇管来包种的是这样嘛，你天气好天的时候就晒死的。你有出去外面嗰啲苗药呢种管来包的，反正山人有气啊。你来讲把个具体好点，伊做从台湾喺做实验时伊供应用300棵树有冇问题的供应啊。不像是讲你2种树是1条嘛，然后分两种就种1条，伊爱改。又种，又那转移，那转移又禽杂啦，又爱送来富的，变做送来2条去行，唔系讲晒落，攞个大下晒走嘅。种落去哦，第1年来讲那你是它就4标数啊，第1年，第2年来讲是它就3标。第3年就拍2标，按照第2年先讲你会快了，但是第1年种来当好一些苗木可能袂真到死体嚟话那你第2年就补啊，因为冇补嘅就会听唔到嘛。当时补嘅就3年嘅，是个第4年来讲就差不多有3年过嘅，3年过是咱1年拍1摆啦一直拍到7、8年以后，开始就2年1摆，再3年1摆，那你草怎是拍嚟啦？是个天人啊，对啊，天人冇管，伊树太创嘅，人伊产人归下伊下头嘅，以前就森林，你讲因为2、3年就算1摆。20年来，两先生固定到3只公办合作，将记录填做善事，其中有2版是五凤彩体的演出面。以前好像就是1年开始跟他帮他做，就是1年开始。对，就是这个啊，我要造林啊，要种树。就是这样子一开始就那个砍草，然后砍完
在那个。所以你刚开始先帮他造林，对对对。然后就顺便砍草。对。能够做这么久是什么原因？一方面也是没有什么工作啊。对，我就是一直继续做下去。你们山上像这种造林啊，跟那些砍草工作，现在只剩下他有在做吗？对，是他最多。一般我们保留地是没有很多，去做1公2公就没有了。他这个是长工啊。所以就是这个原因，我就是一直要做长工啊。其实因弟啊，40年前也在林地的苗木未记种的，没想到40年过去，苗木森林状态，唔但像有日嘅手倒下来，种下天意表的苗木，和部门扶弱拔草的上势，未可能有机继续来负责。对啊，差不多我20几岁呢。到现在你看我现在已经60几了。哇，40几年很久了。哦，就是这个地方我种的。以前，另外一个老板新州的。不是老梁。这回那里走街。这是第7年班了，那边第一课期啊，下面学去做，礼物节做这。这个种，这得种18年了。18年了。18年了。这边做书法。老师，马街滩这样过来可能太远了，要有。没有，一定要这样。一条线啊。对。一条线上去啊。是。没有放一条怎么吗？不能吗？那边砍过了吗？对，有的不会倒，很不好砍啊，这个。不会倒啊。对呀。边有砍吗？有。没有下来而已啦。对啊，很多没有下来，因为这个手法他不会听话了，跑来跑去。如果说全倒的话，很听话。他不听话就是你想要让他倒那边，他不一定会听你的话。没办法，对。没有办法。那一根先去砍了，等下我儿子一下来。好。台湾的山呐，占安尼国土面积为63，就咧讲非常丰富。不过虽然安因，安尼台湾掠每年所用的木材，是99%靠进口，只甲国产的木材连占1%都无。根地搿条进口的木材哪会来的？最主要的就东南亚，譬如讲烟木。每年伫马来西亚进口的就超过5箱，含几条的树，唔系天然啦，就热带雨林，其中还可能有3箱系非法的木材，所以进口安样的树，除了是咱人家国家的演习呢，差唔多意思。结果还害到其他国家的林业强为摩天。今年开始，我看都不大能光，所以现在你们那边野山人长的树买蛋糕的，实际上是非常的低啊，这个比那40年前讲起的蛋糕还比较高。因为你40年前讲起工资做钱，你也工资做钱，种树种你也当然买蛋糕还比头还难带。那你抽林农根本对啊，这个造林啊，大家都失去了信心。在我们这个业界啊，一般就是我们叫做选伐，就把那个比较拥挤的空间木头把它砍掉，还有比较不好的木头把它收获掉，让里面的空间可以让阳光进去里面，让它生长的情况会更好一点。就选伐的工非常多啊，而且如果你要把选伐木头拿出来再利用的话，变成工资是一般解法的2倍到3倍，所以一般民间上很少人使用这个书法的，几乎没有。像安尼种一公顷来讲是种有3000头以上，只要政府规定安尼是种有1000公头就合法嘛。但是安尼种习惯种3000头，你种为什么要种很多？
你种在些毋是拍错的时间，毋是蛮长。哦，比如你种3千头，可能提4年用还是冇法子拍的，或者5天落的。你种1000头的讲，提2年、提7年，可能伊肯定就来拍错，因为种当路啊，你错的状况会大。啊，你生产种的时候，毋是讲逐头会送，是连天天样，要送就送，冇送啊你也冇法度。哦，所以也是准备多少边去，哦，要时体的，啊你假使讲销量啊，你就冇去补伊，大量啊，你就补伊嘛，补嘛，所以。很快干，这个很容易干。哦，不要给它倒哦。对。往下推啊！推一下，推一下。往下推了，往下推啊！看到树按入网就几排网就地得，该条树网的路线，就会记到当开出来的拾采路线，该有买作用呢？对，以后就是你要把树伐木运出来再利用的时候，就是要调几条路线把它运出来。在运出来之后，不能伤到隔壁邻居的木头树皮。如果伤到树皮的话，以后它们成长之后会把这个树皮受伤部位包在里面。可是以后我们制裁的话，那些受伤部位就是变成好像菜瓜布一样一动一动的不好用，会细菌感染。像伫彭顺，也伫3.7级的林地，曾做过总站。意思就伫现场核准的发起方，然后抬头好多的树作为摆倒铁，本拾采的机器也好做事。因为我们是国有林班地嘛，不管你有100公顷、200公顷，反正同个地主、同个名字，一次只能申请4公顷以下的一个伐地来做接法，4公顷以上做分平嘛，所以我们都是在做4公顷以下的接法。一般如果你要伐木的时候，都是在前1年申请，因为它每年都有一个砍伐量的限制嘛。前1年申请之后，我们会在冬天的时候会去请人家去把木头砍倒，然后留在现地，让它自然的干燥，让它木头干燥。到隔年的时候，我们在集采的时候，木头也变比较轻了，搬下这个山下来的时候也比较好制裁，堆放都比较不会有虫害的问题。手臂怎么样？这样的。两个人属什么？该本露出啊！那怎么好？要抬起有冇领地伫黄凤老山的林地是抽烟多的，因为眼尾就会开始拾采咧，所以领下当地该开林头路。阿妈选啊！可能我反推上去。来看出来反推上去啦。当然是可以做的啦。我提完因为下改起安全呢。你来看咯，掠到下就改起，是掠到无奈啊，啊，你切就改变成那鱼啊，改切就改变成改板饼就袂啦。哦，袂咁得，简单的。简单的先切就改到鱼丸，切就袂乌白的。像我们那个竹林少年去伐木，也不是在开垦了。一般的环保团体他说，你砍树就是好像去那边开垦一样，开垦那边树长在起，盖民宿、盖旅馆、盖什么东西，咖啡店都不是啊。树咧在田上嘅树有落嘅啊，你抽嘅树茎都抽咱们去上面去里面嘛，哦，就是无法抓地嘅嘛。但是我新的树苗马上又长出去了，你树的方面，那新树是这个太热了，对于水土保持是完全不会有影响。你地图了报哪么？那好，我买这三只，我想那个手机手环，你手环呢？啊是。你手啊？好呀，手啊。那东西哪些？对啊，又冇烂下来。哦，给你看不到啊，看不到。啊，看不到。看不到下面。面前大茫然的山峦，其实是伫种站过的林地。光头
突然机嘅供应，当地嘅来食材嘅主线。看唔到。我哋後天咧看清清楚楚，看唔到。我翻。我現在拜拜。因为嗰啲圣诞工作講也創一些也每項一些種簡單的一些新元素的香，哦，像買到金香啊，買到水果嗰啲啊，像我哋拜拜吼，保佑啲善心啊，同嗰聖誕土地伯公嗰啲啊，或者保佑嗰啲供應啊，平安的順時你做些，也就沿條來吼，總之唔是改變嘅，吼，總之唔是改變。手伫底下，有嘅供應平常來講，有人協壓同台灣下去，會實實送水下去本機。真的，没骗你，没有开玩笑。他打电话，他怎么？他有带药吗？他说他自己低血压。他有带药吗？经济啊？啊，好像没有。阿亮会怎样吗？阿亮？我大概15分钟吧。在上面休息啊。在底下转角的。他傍晚会可以上来吗？先给他喝一点水啊。好。不是我上去拿水吗？已經下去了。和眾人調解兩國縣實在唔放心，咪實實平下去看。阿亮呢？啊？刚刚哪一盒啊？输尾牌啊？除了有一些。啊。多少奶啊？多少奶啊？还好啊。有冇得可能啊？啊？有冇啦？多少了？阿亮好一点吗？有，没问题，没问题。现在变血压高了，没有血压。什么东西啊？爬这个要飞动。明天开始要吃药了啦。那么年轻就吃药，完蛋了。对呀，哦。摆摊的。背在小钢索下。他有背没？有啊。帮忙背啊，那么重他。不要带回去就好了，又回去。啊？这个长回来。吃水果。好。你没有安慰你？我在不用吃，安慰都不用吃。你拉你那个。阿亮，真好啊！好。安逸啦。真好啊！係啊。也恁捌是做董事也去的吼，86年半到87年半，读到87年半夹过来。你摆了是100年土，刚发到了106年吼，因为供应吼东南强啊，所以当时从那里研究还有现场的燃气度，今年的5年，让倒起啊吼，可能到5年先办得出来。3年呢没办，1年呢，2年。我们是用一个排油引擎的，有的是2轮的，有的3轮的滚轮。到几把集采地之后，我们会看地形，摆放那个集采地的位置。我们先会拉一条主线到这个界的一个前面一个主干的地方，然后会拉一条小线，然后我们会把那个钢索吊到这个，比方说山谷下面去，下面有一个专门绑线的人，把木头绑在线上，然后就是把木头从山谷把它吊起来，所以我都是用那个高空缆索的方式，用马可以把它运上来，再找一个平地之后，再来做一个集采造材的一个动作。以前工资比较低，那时候木材价格也比较好。因为天然修建这个木材单价比例也好呢。
现在国外进来树太多了，全世界的木材都可以进来。像你看美国的南方松，干燥好以后推翻也才20几块而已。像我们的杉木，你就算要搬出来，像它这样其他规格，我也可以寄了啊。你最起码要多它1倍的价钱。因为我们不是大量生产的。啊，你做烟养无研究，你按削皮个机器自动化，啊你摸下来呢。天然去摸，啊你摸下推翻摸下死哦。你米个是小春时代，哦，你用台豆伊啊田，1万只富贵，推翻讲100只富贵，10只富贵，啊你做容易坏药的无？像国外日本上都这个自动化在生产，山南杂树呀、或元素啊、或者工厂嘞，哦，全部自动化生产。还有推翻来，这么水平走的一样。而且推翻比较不好的习惯就是客制化。国外你看日本它也没客制化，它的规格品，你客户要用它的规格去建造你的房子。推翻咩啊？那单份营业，然后按东西供来，你往往做骗才来买。这里有停单，但有停单，一样能做些。某些公司啊，他当月走啊，他量产了，他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摸。其实除了安因，记到了下，还来面对另外一桩非常严重的问题，该就因的老化、老缺乏，请唔到后生人来接。你看哦，后生人你去上山人根本是很渺茫啊，后生人上山人啊，尤其在走在上面那些后生人起码会些，当然不山人做山人体点，落水又做唔得，当当又做唔得哦。你看有老几把白柳就做唔得，立白做唔得，3、4条。所以山人的供应啊，以前因为这种民宿供应啊，是非常的困难啊。民宿供应讲你也不去做1500、2000，因为300人而用这些价钱也蛮贵。我山人个供应会真做真少，白柳立白了，政府就没人做啊。就没人做，因做了因就用别的后生就用新习惯，白柳立白就马上来做些。特别从我年纪来用白柳立白，哦，弄到供应你可能也来做些哦。特别从我年纪啊，弄到从也来做些。你讲啊，多做事，我也没搞清楚，你要下辈到底以后也蛮生存，这个我也，这个是谜题，我也没办法解，真的没办法解。看睇86年版7届临题，梁先生又喊到隔壁87年版看林武曲的7人临题，因为佢伫遐，还有一地老林武曲标下来做的书法梦业务，当伫遐位本俩扮演做。我这个松下来抢落去。这个这个，没，10个头，多加些，还小些。在那里不你搞啊？哪里啊？是啦，还买几种，是公用的。改变上风还买开的，这两边上。了解讲头新先生是南种的行人。佢哋两沙配合做山超过30年，以前啊，新先生今年高龄82岁。伊迄一旦是做基材工厂的人啦，吼，佢会留咧小玉山啊，吼，专门标林班本来做的啊，吼，啊，落去做小古作咧，好吼，其实有钓具，良是人钓具，像咧南庄咧个咧竹东方面吼，迄有讲林班标咧吼。太古洞迄条是要去标，像阿里山哦，嗰出标咧，其实要去标，标到处挨要负责落去办运哦，贴到好上差诶，哦，所以当然咯，所以挨倒立下来，梁先生哦，挨条真上是铁情诶，来落条架，也信用诶，我嘛该说吼，将来较困难诶，就要向外去落去上。新先生记到了下所做的，就系林武曲7人临题的书法梦。不过，虽然穷人是书法梦，做法老梁先生记到民间的就冇卖穷人。他们不是像我们是做选法，他们是做行列书法。比如说，他有100行，然后你可能把它砍3行，留8行或留10行。3行砍完之后，留中间10行的一个保护带，再继续砍3行，这样一行一行的砍下来。这一行做完之后，就会把这个集裁机移到下一个地点，然后再继续拉这个线，然后继续集裁。这样的
就是作业比较繁杂了，一直拉线，一直移机器啊。一般民间没有人这样做，因为工太贵了，工资啊。两位未老两先生合作超过20年的工头，才体验出名徐先生。老先生还有7、8个人的工班比起来，纪念版就强强被千万人好做嘞。我刚开始帮梁老板做30几个工人，那个54班，差不多53家，1年半就做完了。书法木哦，不是缺乏哦。那出了到500多万才，1年多一点就做完了，人多啊。现在你看我们做3甲都就要弄1年，所以是人力，现在找不到人了。林业哦，真的是几乎都在放弃，都放弃了。能缴回给国家就缴，只有他在买啊，他眼光是蛮长远的。现在你要找到伐木工人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都已经跑到都市去发展了，也不会再回到山上去工作了，所以人才的流失断层是一个非常大的严重的一个问题。纵使你有很漂亮的块木或杉木或者榉木那些木头，没有人帮你伐下来，你用那木头也没有用啊。而且现在你木头伐下来了，你要运输也是一个问题，没有人会开那些运输的卡车或者货车。然后到平地之后，工厂加工的大婆师傅、小婆师傅。年龄都60、70岁了，都慢慢要退休了，因为没有人要接他们的技术的传承，根本就没人要学。然后你出来的木品产品又比不过国外材的便宜好用，而且量大，我们台湾的量那么少，想卖给人家，不然人家跟你订1个月1000米都生产不出来给人家，你根本没办法谈大单子嘛，你只能接小单、接个数单来做，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牵在一起。迄种就无做加工，迄种爱个收的话吼，跟做建筑的。因为建筑我讲，迄种恁通常去麻烦个工头啦，工头去做其实做，毋是去做人迄个做的啦。因为你一个做吼，所有的人咧建筑界，冇平做啦。所以讲你按辛苦做下10年，从你为什么全身都是病，压力很大。从60、70岁，全身拢压力动态啊。做了又迷茫在做个迷茫在所以。经验都当困难，是你经验吼多种比较也少，你多样化经验是会先影响啦。这种多种的就是小把身啦。我前几年讲多了，看电视车架可上调，就是下午下班了看电视车可上调。那天又摸落来，那天摸落来摸个天又撞到我出去，从你个身体上唔摆方面，手摆。台湾的那法律票据法那些也都没有很健全了，有点像保护坏人这样。比如说东西卖给他，有没有？然后说他没有付钱的话，哈，这东西你不能把它取回来。这台湾的法律就是，我觉得这不大能够接受了。然后过去这么多家面损失了不少钱这样子。老实说，我接下来就知道我们就是长大嘛，就回来帮忙家里面。然后想说，是不是可以另外再开一个这个门市部，然后卖一些户外材有没有？好，然后说就是说就什么另辟一个那个裁员这样子。我要做楼梯踏板，多厚呢？就大概大概4公分啊。对啊，就是我要这种自然边留出来。哦，那也要看他家怎么裁的。两个都不错，台家其实去对师傅我讲。是反正外行啊。外行啊。反正你刚讲你让装到电灯泡都不敢装的人了，他会盖房子。第一个是他个性很好，那种体验鲜艳，有重大体验。但是那个屋主哈，他每个月都出国，一出去国外回来看的东西哦，你帮他做东西，他又不喜欢拆。下个月出国回来哈，有可能又唔中意，又拆。所以佢起个电波哈，非常有经验。越老越不过那个老板是这样的，你拆的工钱他还会交付给你，但是你这个本身的心意是总得加一少。
用他来哦，他的这个个性我觉得我蛮佩服他，因为你有耐性嘛，有个耐性嘛，另外啊你是哦，走了平平稳稳，啊你突跳。其实，咱若取得良心上安慰的，是记得谅解来的，还未记得的制裁实验，带来阿曼多新的做法，留新的机会。你看社会上的是，还有宣传培养啊，有做防腐啊，做加工啊，做干燥啊，做到了，你其他家具装潢料来卖哦，是无完全依靠那种的研究的，研究的时候落地下好客户了吼，然后溜的，按新的客户是比如你项目愉快办，摄影机是专培养方面的做法，这样来讲是尊重当作为产品啊。还为到多元发展，记录了10多年来，会增加青岛新的设备。比如讲两台在七条龙工厂寄出的蔬菜来扫，把木材干燥的进行目录。但是我们要设计设备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自己锯木材，这边皮、碎料还有一些下脚料很多，之前都送给人家去打的木屑做金针菇了。既然我们那么多的余料可以使用，虽然是不生材的，就是把它再做锅炉的热能去使用。就是增加一些热的效应，让木头可以干燥。因为木头要能使用，一定要经过干燥，把它的木头含水率降到可以使用的范围。所以我是说，我们就做个锅炉，但是不要吃电，也不要烧重油，要用环保，用免费的那个燃料啊，对啊，那是很好的一件事。2015年，记得通过森林管理委员会的验证，成为台湾第一件得到 FSC 润松林木认证的制裁所。在2010年的时候，就花博台北一个博览会嘛，刚好一个9点建筑师事务所的一个建筑师写一个 FSC 的一个木材的规范，才知道 FSC 是一个永续负责任的森林的一个证照。后来我就想说，我们父亲已经在山上已经工作那么久，而且都是按照林务局的一些法规去做，我们是合法去申请，然后每年都有伐木、造林、辅育那些工作。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是很符合 FSC 的一些标准，所以我们就找了，就是请教一些那个台大的一些教授了。因为事实上，这种 FSC 的认证的制度，就有点像我们公司在营运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ISO 的认证，道理是类似的。就是说，你经过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管理的方式，确保它的林地的经营是有序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已经在正轨上面在做了，就是缺一个认证而已。如果我今天没有做，我还是继续在做这些事的。后来我就去请教一些台大教授，邱启荣教授，还有嘉义大学的一个教授李俊英教授，委托他们帮我做一些调查。因为当初他要申请的话，需要一个林业的一个5年或10年的一个计划书了。我那时候说实在的，我也是免费啦，真的，我完全就是义务的哈，帮忙他从做调查。好，然后再开始替他收集资料，开始帮他撰写经营计划书等等的啦，哈，所以这样子就是把这一些准备的工作慢慢的让他顺利的完成了。咱们计划的书法的地块是在哪里？在后面，等一下往回走，再往回走，往那边走。通过到时候是非常高兴，就是说我们是林地通过国际的认证，不是一般国内认证。对，全台湾第一家。对，台湾第一家是蛮高兴的，变成很多的一些就是媒体会知道我们 FSC 的林地，会来参观我们、拜访我们，但是那只是来参访而已啦。但实际上对有销售是没有销售的地方。目前还看不到那个。还看不到，我们已经做了3年多，快4年了，还是没有人来问这个 FSC 的木头的需求，台湾的需求量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这3年来就是去推广 FSC 的一个证书嘛，然后去告诉人家台湾的森林也是可以达国际认证的，不是乱伐乱砍也会土石流那些问题，有经过环保永续的一些理念去保护这些森林，然后做一些适当的疏伐或解伐的一些作业程序。后来一些团体 NGO 团体也是后来也是有来参访我们林地，对我们林地的照顾还蛮肯定的，对，蛮肯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尾端的枝叶，前面的现在看得到，差不多15米高的地方呢，它枝是自然脱落下来的，自然脱落下来。梁先生认真操练40多年，就像老古谚语讲的，有心打赏，杀心转。佢总算等到林武强为咗推广国产菜，第2018年的1月开始正式推动台湾木材的漂头。安然佢就通过 FSC 的认证，我讲未来咪还有希望咧。你多付出一点点的钱，可以让你的木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作业都是环境友善的，这个对我们这个环境是有益的啦。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有心推动一个认证制度的业者，他能够在经济的收益上获得平衡，我讲的平衡，至少要把它付出的成本能够回收回来的话，这个整个的一个生产环境才会去改善啊。否则的话，只有靠热情在那边支持啊，说实在的，支持不久了。哦，我想这一次未来我想很多的相关单位我们可能还需要来共同努力，让民众了解为什么要买这样子的经过认证的木材这样。你啊，咱们想我讲就差不多你30多岁开始种的树，你70岁嘛。你爱种的树我讲你差不多80岁要有长啊，阵你停退时间就说前沿种树后沿清了你什么我的想法嘛。反正你地球上特别你咪用很多免种的树见你如果饲到你土地，也要种去揾别沙下面台基本还是继续会用啊，不要说暂停的时候让它自生自灭咪做唔得你到其他处理咪做，我认为到还是到处理就让它有生生不息，下一代还应该既然有木材好用。英雄不怕出身低一定要出来当老板，不要肯干就当老板。我来了，掉了，我回来了，掉了，掉吗？这我当它，掉了，掉，来当它，这样。在客厅，在客厅啊，在建筑啊。叫眼摸着了。你啊，这70岁，嗰時30多年冇做啦。你是啊，30年了，40多年冇做啦。40多年冇做啦。冇做啦。你出去就找人摸你。啊，是的，叫攞去擺。攞去擺，攞去擺。攞去擺啲。攞去擺田啦。攞去擺。40多年。攞去擺田。所以你要為說所以每個腳都自己一腳一一步一腳印有沒有？個石鼓咪從你將你從我梁志偉好，而家台灣開上來。cái kẹp bóc này chúng bạn khai được kẹp này, sa dùng gì mà thiên bang công gì hô bà si khai cho nó phải là cái vô à, chúng mình chắc à, đã ra thì này à, cái thứ bây trong cái thứ bây两家一家ngay bác à, cái bác cái sự ngay đi xa đại ra sang ngay bác đại, cái sang ngay đi đại, cái thứ两花是大影响啥，要是大影响。